祭典的时间真的对我们在外面读书或者在外面工作的年轻人很不公平。因为我自己也在部落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发觉年轻人真的因为在外面读书、在外面工作，他回来的时间都被限制了，只有一天。如果是在我的家乡在都兰，在台东，光是从台北要回去这趟路程就花掉很多时间了，更何况要参与祭典里面的活动，其实时间真的不够。年轻人每次为了这件事情，每年这些有心做文化的事情、文化参与的这些年轻人，真的我们都会面临到一个挣扎，就是在工作跟做文化传承这件事情有很大的矛盾。你想一下，我觉得将心比心啊，大家过年的时候，如果你过年时间公司只有放你1天假，那你在台北工作，你的家在高雄要吃年夜饭。万一不小心又是在高雄比较偏僻的地方，你要怎么回去过这个年？其实所有年轻人都是这样。3天其实我们都觉得太少了，因为刚刚听到徐颖跟他们讲，阿美族的祭典不止3天，其他族群其实我们都会面临到这样的困难。我们不只有原乡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以外，我们在祭典里面所要参与的时间也是很长的。如果整个完整参与的话，但真的3天，我觉得是我们最低的诉求。这是我们年轻人真的很需要社会大众支持我们这样的心情，将心比心，每个人都想回家。